人比较多的时候，如果抽号码牌可能会等比较久这样子，应该会比较方便一点，对吧？就可以疏散一些人流这样子。我们地震局这种一个先进的做法，我们非常的肯定，而且非常的支持。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可以直接来我们的各地震事务所来取得说他的要的资料，那对我们的交易纠纷会大大的降低。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政府地震局多年来持续推动智慧化服务，像是线上申办进度查询、地价查询、实价登录申报结果查询等等，便利的线上服务都获得市民好评。近日，台南市11个地震事务所全面启用誊本贩卖机，大大节省人工作业申请的时间，而且扩大服务内容，还可以补发税单。希望市民都能感受到全新优质的洽公体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地震局长怎么说吧。台南市政府地震局这一次推行智慧地震誊本贩卖机加盟税务的服务，最主要呢，就是因为民众在买卖房地产、买卖土地之前，都需要先申请土地誊本。那么从108年我们土地誊本的核发量56万张，109年呢又成长到88万张，所以在短短的1年之内誊本的核发量就成长了32万张。那这个民众的需求很大，那么民众如果亲自到我们地震事务所的柜台来申请的话，大概要等7到8分钟的时间。那么这一次如果透过我们这个誊本贩卖机，大概只需要3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很轻松的操作，那领到誊本。这个对民众来讲可以说是节省时间，而且又相当的方便。那么再加上这一次呢，我们跟财政税务局税务加盟的服务，让民众呢可以在我们这一台誊本贩卖机上面，也可以补印这个房屋税的税单、牌照税的税单、地价税的税单。所以对于民众来讲，2个局的加盟服务会让民众的服务更加的方便哦。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各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随着注疫苗的年龄层持续调降，需要注射民众愈来愈多，其中大型注射站的设立嘛成为外界焦点。其中福兴国中所设立的注射站采取分流分时段来登记，相关市长亲自来关心，表示一切顺利。福兴国中大型注射站现场除了65岁以上的市民，也包括中央规定幼教机构的老师提前应用9月开学。市长委托一套早嘛来到现场关心注射状况，完全依照分流分时段登记。嘛强调大型注射站各县市好的经验拢会参考，都希望给市民一个舒适健康的注射环境。因为都现场有分流，他们有分时段登记，所以比较不会造成拥挤。那我们很忌讳就是人潮群聚造成拥挤，那反而这个在施打站造成另外一个比较不便利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严格要求我们的现场人员，现场人员很多都市府的人员，其他各局处来帮忙这个防疫。所以不管在资料的填写，不管在医生的问诊，不管在施打后然后的休息，我们都希望说能够顺利。在这个大型施打站能够运作的比较顺利一点，不要卡。会中市长嘛强调，中央准备7月9号开始将幼教老师列为注射的对象，8月进前则是针对高中以下老师。不过因为中央的疫苗明仔载才到，所以8号先动用台南市的疫苗，就希望当提前就尽量提前。但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基比下中心提供予病人需求作为中心的居家医疗服务，虽然经过冬外疫情冲击，不过不但患者增加，而且提供行动不方便的民众到处做疫苗服务，让病人降低自己感染的风险。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人的生活大大改变，尤其3级警戒，民众宅在家，居家医疗嘛成为一种伫厝接受照顾的医疗选择。
尤其对长辈、行动不便的患者，选择居家医疗是哪来哪增加。居家医疗它是一个比较新形态的一种医疗选择。那么以前的病人都是在医疗院所里面接受治疗，那居家医疗顾名思义，它就是在病人家里面接受治疗。那其实，在疫情爆发之后那越来越多人选择居家医疗。那一来是在家里面，他环境比较熟悉，他可以让家人去做一个陪伴。那在疫情之下，那因为它可以减少到医院的频率，因为到医院大家就会担心感染。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那我们现在的照顾的病人人数跟当时相比那提升了超过4倍以上。那尤其是社区疫情爆发之后，那选择居家医疗的人数更是有增无减。居家医疗服务的量虽然是有加无减，不过伫个量的增加的时，嘛大大降低民众搁再入院的几率，显示民众也是有做好居家医疗。现在为了帮助行动不便的长者施打疫苗，院方嘛提供居家医疗到厝来做疫苗的服务。那社区疫情开始之后，大家知道施打疫苗就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偏偏我们居家医疗的病人很多都不方便行动，他也没办法到各地的施打站去接受施打。于是呢，我们就为我们的居家医疗病人提供额外的服务。那在进行原来的居家医疗的服务之外呢，还帮他们去进行疫苗的施打。那同时兼顾他们接受疫苗施打的需求。奇美综合医疗中心主任蔡江婷表示，面对未来全世界必须伫个疫情下来适应新的生活模式，注射疫苗是上好的保护。目前奇美病院医护人员接受疫苗的覆盖率已经达到96%，不但会用保护家己，同时嘛是保护患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帮助4个6个月以上的青年，甲鼓励应届毕业生会当赶紧投入就业市场，劳动部分家人分署持续投入相关的奖励计划，其中锁定求职青年的部分，除了要协助找好头路，也阁有上悬3万块不等的就业奖励金通摕。疫情冲击相对4个的民众较济，所以分家人分署各地就业中心这阵特别无闲。其中，为了协助15岁到29岁连续4个6个月以上的青年来找头路，劳动部持续推出奖励试办计划，只要4个通过就业咨询顺利找到工作，并且稳定就业满3个月，都有3万块的奖励金。主要就是我们会透过一些深度的咨商，然后我们会协助他厘清他的职业方向，然后帮助他做好就业的准备，那让他可以就是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可以特别去凸显他的优点。那等到他就业稳定3个月了呢，我们政府会特别的奖励他，提供3万元的奖金。根据统计，该计划2年前推出到今，整个分家南已经有350位青年领到奖励金，其中类似塔罗牌，但是要算命的牌卡相当特别，就是就业服务人员专门要替求职青年找出职业生涯大方向加个人的优势。那像我们的牌卡的话，有一些是包含，比如说兴趣探索的，那或者是说去理清自己的个人价值观之类的，或者是说要了解自己的强项能力这方面的，那我们会依照他的需求去运用不同的牌卡，然后跟他做一些咨询讨论。其实因为他不是算命，他最主要还是着重在咨询跟讨论，因为我们是要就是引导他，让他去对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或者是说清楚知道说原来我比较喜好，或者是说有一些事情是我可能没有注意到了。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咨询，就是在找回自己就是可能重视的，或者是说那自己忽略的一些小地方这样子。那透过这个牌卡的方式，我知道原本我的兴趣的话，可能比较偏向像是食物型这种，对，食物型它有点像是比较实作的方面，像厨师啊，或者是餐饮，或者是说一些维修设备人员那些比较实作的。那另外一方面，它有就是透过这个牌卡的测试，就是让我的另外一个兴趣可能也是有偏向社交。那社交的话，可能会比较喜欢跟人家有互动啊，像是一些义工啊，或者是说安亲班老师，这些都还蛮适合我的。
洪家人分署除了关心世界青年，嘛鼓励应届毕业生赶紧投入就业市场，所以同款嘛寄出上悬有3万块的奖励金。我们政府也为了要特别的奖励应届毕业生尽快的进入职场有青年就业奖励金的计划，主要是针对15到29岁在今年毕业的青年，那他只要在6月15号到9月30号这一段时间就业，满半年就可以得到3万元的奖金。有机会找到好头路，也有就业奖励金通体创造双赢。电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因为疫情，各行各业拢受到无同程度的冲击，其中靠着募款来照顾弱势长辈华山基金会嘛同款。因为原本捐款的善心人数因为工作出现问题，互募款的收入一口气减了上100万，所以华山基金会嘛希望大家持续伸出援手。照顾弱势长辈华山基金会伫疫情3期境外期间，对着看症需求的长辈，也是派车陪同就医。这款的服务伫过去无疫情的时阵无算啥，但现在疫情时期就是相当的艰难。我们目前的话呢，就会比较针对的像是身边资源比较少的长辈来进行服务，那包含说带长辈去看医生、打疫苗，然后以及就是像有的长辈他们可能因为除了是经济弱势，然后另外他也没有办法说有足够的物资来源，那我们就会准备多一点的物资，然后让长辈可以度过这一段辛苦的期间。华山基金会长期以来拢是靠着善心民众细额捐款，但因为这波疫情的关系，互照顾经费减了将近100万，也互基金会相当的着急，向社会大众请求援助。疫情冲击对于整个民生经济来说，造成很大的冲击。我们陆续都有接获善事因为减少工作收入，以及失业，甚至是被资遣，然后致电减少要取消捐款的一个讯息。那整个6月来说的话，我们的捐款减少将近100万，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的主要善款来源都是社会大众的小额捐款。那也因为这波的疫情就是我们也很担心说，如果持续恶化下去，那我们整个大台南服务大概2600位的长辈，再恶化下去，我们也不知道会怎么样，然后还蛮无助跟慌张的，所以邀请社会大众发挥爱心，投入守护孤老的行列。那我们现在每一个月长辈的服务经费一个人是1250元。如果说有意愿要跟我们一起来加入这样子帮忙长辈的行列的话呢，请跟我们联络。那联络电话是2520-940，2520-940。就算是疫情时期，华山基金会的服务也是未中断。虽然目前无法度面对面关怀，但是也会持续以电话访问的方式来关怀长辈，无互长辈孤单。也因为运作需要经费，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华山基金会也是希望大家拨一点心力，欢迎有爱心的民众就近向台南市各区华山的爱心提赛站倒卡手，或者是拨卡爱心专线06252940询问。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先歇阮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为了感谢医护人员的辛苦，有因的付出，才互疫情一步一步得到控制。所以议员陈英丁、陈信凯甲林养义服务处的执行长，上午做会送予新台病院400份的海苔饭丸甲饮料，来慰劳因的辛苦。由议员发起，结合民间社团持续送爱心的活动。上午由台南市文生工会甲社区关怀长照福利协进会以及餐饮业者。共同送来400份的海苔饭卷甲饮料，为了新台病院第一线医护人员，由新台病院秘书室主任陈鹏生代表接收。
今天有我，还有林杨颖议员的林冠维执行长，还有曾庆凯议员的曾之杰执行长，今天特别陪同我们发起的，包括我们文生工会陈国斌理事长，还有社区关怀长照福利协会的郭理事长，他们发起要来感谢所有医护人员，然后赠送了要给很多医院的医护人员总共2000份的海苔饭卷哈，要让他们补充营养、补充体力。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今天来到成大医院，那还有呢也有去过奇美医院。还有荣总的台南分院，还有郭综合医院，还有部立台南医院，总共发出2000份的饭卷，就是要特别感谢所有医护人员。那我想也特别感谢我们2位理事长让怡珍，还有我们的冠维执行长和之杰执行长可以来促成这个活动，再一次感谢所有医护人员的辛苦。伫医护人员尽心尽力为台湾人民来坚守抗疫防疫，才让这波疫情渐渐趋缓。伫每一袋饭卷，爱心单位阁特别写了一篇的感谢字条。3天落来，分别送予台南的5间医疗院所，总共2000份的海苔饭卷，为了医疗人员的辛苦。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虽然疫情渐渐稳定，嘛已经有适度的放宽限制，不过对着第一线的经销兄弟来讲，每一天的执勤同款面临风险。所以，议员陈丁甲周丽珍每下爱心公司关键500支专业的护目镜，嘛希望唤起各界重视经济销的防疫资源。经销虽然拢注过疫苗，不过执行勤务过程就是伫风险当中。为了守护这群警察消防兄弟安全，议员陈丁甲议员周丽珍被下部特别每下愿意发挥爱心的山水目镜公司，分别来到消防第6救灾救护大队河尾分队甲第2分局，总共关键500个护目镜场面温馨。非常感谢我们山水眼镜我们的高总经理跟所有的团队，那他们其实就是专业这个护目镜的厂商那其实他们都做外销，那现在有感于说台南其实疫情的状况，然后很多我们的消防人员包括我们分局的同仁，其实在第一线其实为台湾人民捍卫大家所以我觉得有感于大家辛苦，所以今天特别捐赠了这个护目镜给我们的消防局第6大队还有我们的第2分局。那也期待呢，让我们的消防人员还有我们的分局，我们所有警察同仁能够多一层的防护在执勤的时候，也确保大家的健康跟安全那也再次感谢我们山水眼镜的爱心，让怡珍跟丽晶呢可以一起来促成这样的美事。上局表示，执勤过程护目镜时常会有起雾的困扰，不过这款就真正专业袂起雾。以河尾分队为例，每一位兄弟会当配上2支来替换，相当感谢。很感谢陈怡珍议员、周丽晶议员，还有高总经理捐赠我们300具的护目镜。然后这一批护目镜对我们来讲帮助很大，为什么？因为这批护目镜是有个防雾功能的。像我们在救护车上面的话，因为会有那个通冷就会很热，所以就会开冷气，然后出来就会起雾，然后对一些行车安全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再次很感谢疫情虽然慢慢稳定，不过守护第一线警消的防疫安全，却一点仔袂当马虎。嘛，期待各界持续提供防疫资源来收听。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虽然3期警戒持续，不过无论出国、住院就医，或者是工作的需求，病院拢会进行 PCR 核酸检测。其中，基比下中心为了避免采检的时产生自疾的风险，特别采取分层分流来做好相关防护。根据基比医疗体系统计，对5月中到6月底为止，该院执行新冠病毒核酸检验至少超过3万件。除了进前甲工业研究院合作建立的会规型自动检测的实验室，现在病院更加分层分流，将需要就医、出国或者是工作上需要检查的民众来分流，避免不必要的群聚感染。奇美医学中心为了便利民众、病人的新冠肺炎筛检，所以我们总共建置了3个筛检站，按照风险程度不同来做不同的分流，那这样也可以避免群聚的一个风险。那风险最低的出境的病人的采检，我们在所谓的这个我们4号门外面有一个出境的筛检站。那么风险中等的，就是在医院治疗的病人，可是他必须要住院或者要进到手术室、进到这个内视镜室来
做进一步治疗的，那我们在25天桥也有一个筛检站哈。那么对一些有症状的或有接触史的，那我们是在医病门诊来采检，所以我们按照病人的这个风险程度，那么我们建了3个筛检站，我们希望让民众能够做到高品质的一个筛检，那么它可以在最低风险的这个情况底下，来接受。目前基比医学中心总共规划3个的筛检站，让无共需求的族群会用的分流来预约。虽然人力的负担有较加重，但落实分流分地 PCR 检验，让受检的民众嘛更加安心，避免排队的群聚，嘛让检测的过程更加节省时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现在赶快来关心详细的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的天气，温度27度到33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7月8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